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了维吾尔姑娘菊尔伊里哈姆。菊尔伊里哈姆是被中国政府以分裂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异议人士、经济学家伊里哈姆·图赫提的女儿。He has been in jail for 5 years, and we don't know how long he will still be in there. Do you have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 I haven't heard about him since 2017 because. 巴基斯坦媒体有报道指，中国有犯罪集团假借婚姻之名诱骗巴基斯坦女孩。报道还称，集团诱骗该国女孩到中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包括强迫她们卖淫，甚至贩卖她们的器官。根据维吾尔记者米尔卡米里·喀什格尔提供的信息，最近几个月，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30名涉嫌非法婚介网络的中国人。据说，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警察还逮捕了帮助这个婚介网络的5名巴基斯坦人。虽然至少有100名巴基斯坦女人已被查出受骗，但巴基斯坦内政部和外交部尚未采取具体措施帮助他们返回家园。伊朗外长穆罕默德·加里夫正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美国却在此期间击落了一架伊朗无人机。他表示，并无收到失去无人机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威胁该舰及其官兵的伊朗无人机。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会晤之前，扎里夫在联合国总部做了简要评估。他说：“我们今天没有收到丢失无人机的信息。”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警察总部18日遭汽车炸弹袭击，随后发生交火，造成11人死亡。坎大哈省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位于坎大哈市的坎大哈省警长总部大院北门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随后一伙武装人员试图攻入大院，与安全部队发生交火。俄罗斯副总理尤里·鲍里索夫表示，直到2019年年底，俄罗斯将 S-400防空系统的所有配件交付土耳其。鲍里索夫说，莫斯科根据计划并毫不拖延地交付了每个部位。这位副总理表示，合同的实施包括土耳其专家的培训，肯定会在今年完成。